亲友们哈，可以来合影了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贵宾亲友们，还有我们师傅同仁，谢谢。妈妈各两个吧。啊，好，来，五党联盟欢迎段素文议员的加入，让我们更有朝气、更有活力。来，五党联盟，赞！议员今天特别准备了花束献给敬爱的母亲。这体谅他，我拿爸爸体谅他。安导演不爱辛苦。妈，妈帮我做。我做。好了 ，OK 了。好，好了。议员往右边回撤。我调一下花束哈，来，这样子换个方向，对。这样子，好，好。妈妈最高兴。来，我们大家掌声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跟妈妈，早点回来拿点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我放。那你拿到办公室去。讲一下今天就是宣誓就职这一刻心情怎么样？这一刻非常的激动，尤其是刚才献花给妈妈的时候，真的是激动的流下眼泪，让她担心受苦了那么多年，我终于能够让妈妈不再为我担心，我一定会做一个更认真努力为市民代言的议员。谢谢。自己就职议员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政见？因为我是一个政治素人，现在加入五党这个联盟党团，在所有的议会同仁还有党团总召大家的支持之下，我相信我会非常努力的进入状况。对于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是一定不会去妥协。但是，如果对桃园广大市民的福祉各方面，我也坚决的支持我们镇市长的服务团队。起立吧，起立，起立，起立，就是我来颁当选证书。好，抱歉，市长颁当选证书。这个是由中选会哈，还是给我拿掉，抱歉您的。我本意好好做，我政府太一家啦，我较好做啦。